怎样？今天要亲一下是不是？亲一下啦，满足。那你嘴不要过来哦。那你我没有。好，我们接下来欢迎创办人先生严亚伦先生。创办人，我们先让你给大家单拍一下。我要先给你名片了。哦，你好。我第一次有名片。你的 CEO 上面有你个人电话吗？你自己本来就有的。首先呢，我们现在就是亚伦下面时间。亚伦煮面时间。亚伦煮面。我就知道你要说下面。亚伦煮面。待会我会上面给你吃。OK， 上面。端上来。那你今天要煮的是什么口味呢？你想吃麻酱口味的吗？因为今天要吃的不是。不是，是某一个特别来宾。是。我煮麻酱，因为我自己喜欢，然后也对我们招牌非常有信心。好。那我们就在捞面的同时，准备要欢迎我们的特别嘉宾了。你先把它摆盘好。好啊。妈妈看到这也不好看。不会啦，妈妈也没那么讲究。我跟你说好，妈妈也没多好看。你要不要吃一下？你要自己吃是？怎么吃啊？怎么？你第一次吃面？好，真吃，看一下好不好吃啦，好不好？好了。可以吗？好吃吗？小口就好了。好。有，好吃哦。我自己也还在学习，我有时候也蛮冲的，但是我想各位网红们，各位这个 YouTuber 们，就是如果这社会没有跟你不同声音的这个意见的时候，你们好像也仿佛会失去这个舞台。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应该要更往就是理性去讨论问题的这个方向去前进。我想有专业知识的人，当然可以在平台上面多分享他的专业知识，然后听到可能离你这个专业知识很远的这种意见的时候，你也多花一点心思跟他们沟通。妈妈有时候会很担心，看他的发言会觉得怕怕的。这个世界真的，他有时候会传一些照片给我说，如果你失业了，我就躺在这公园的椅子上。我已经找好椅子了。就会给我开这种很黑暗的梗这样子。我还是会送面给你吃啦。你在椅子上，我会煮好这个。好，谢谢你。这么有孝心，那母亲节打算要怎么样为妈妈庆祝？庆祝哦。有啦，我其实现在觉得最好的礼物就是让妈看到，其实不用担心我，对，就是不管在外面发生的好或坏，我其实已经够大，我应该要自己承担，我不希望你去担心什么。加油！儿孙自有儿孙福，就是在加油。好，在每个时代跟年代，我们都会碰到不同的考验。那你其实应该到你要不要深深的看着我？妈妈 Q 了，可以来一下。突然之间变了一个很搞笑。上辈子情人啊，你就不用担心，对不对？